科学长篇有证明啊，你看科学理论将对证啊，日后世界将更新，尽流数世持灾人啊，那好像民国60年代、1970几年代出来的，然后现在2021年啊，2020年又发生瘟疫了，新冠肺炎病毒，以前呢叫武汉肺炎，后来叫新型冠状病毒，新冠肺炎。现在2021年1月份了，那不是变严重了呢？还有变种的更严重了。嗯，古代的盐水瘟疫时间长达20几年呢。嗯，清朝时代的盐水的瘟疫啊，后来光绪11年说有放风炮啊，用那个放风炮、鞭炮的烟火烟硝弥漫的那种消毒啊，消毒那个空气中的病毒。现在呢要戴口罩了，要喝姜汤了，不要深夜喝，早上喝，或者是柠檬汁泡温开水加点盐，或者是那个茶叶苦瓜熬汤，苦瓜加茶叶熬汤啊来喝，或者是柠檬汁泡温开水2、3千cc 的呢，加一点盐巴来喝，增强免疫力啊。联合国的世界卫生组织啊，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说，新冠肺炎病毒会依附在那个动物脂肪的，新冠肺炎的病毒依附在动物脂肪啊，那所以吃素的比较安全，吃素的保平安了。你看，所以你看这个关圣帝君的讯文就讲到科学理论将对证呢。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，那是属于科学家嘛？他说，新型冠状肺炎的病毒要依附在动物脂肪在做温床才能够生存的。你看，按吃素的体验就没有在积那个动物脂肪了。这个要注意，要注意。宗教界劝人家要吃素，要清口，要清口，才能够完全的脱离灾难呢。只有吃素没有清口立愿，立愿清口，可能功德不够，还是什么原因？有的还是没有办法脱离灾难呢，灾劫呢。